普通話。你中意用普通話咯。國外的孩子們在很久以前有一個國家，後着小小住着普通話我唔識啦。住着小小的國王，雨大王后，他們生了10個孩子，孩子們在城堡裡係咪啊？被細心的照顧。你轉翻普通話。小心細心照顧，細心的照顧。對。健健康康地長大。哇，係好好聽喎。有一天，小小國王醉了，孩子們說：我的年紀大了，誰？該係咪啊？應該個該，該是決定。啱啊，係啦，係啱啊。決定決定係咪啊？水來繼承係咪繼承啊？我唔知係繼承皇位的時候了。你們都要城堡。你們都到城堡外。我講廣東話，你自己轉翻普通話頻道啦。最主要你撈到個字係啲咩啫？OK， 你們都到城堡外。呢個咩字㗎？我睇唔到喎。哦，好 OK， 仔細觀察。人民的生活。你喐嚟喐去都唔知自己讀到邊啦。人民的生活跟住咧，想一想，要如何？想一想要如何係啦，治理國家。10個孩子很快地離開城堡，第一次看到城堡外的世界。城堡外的世界。對，大家都興奮不己啊！興奮不是10個孩子回到城堡後，小小國王召集了大家，問道：你們想要成為什麼樣子的女皇？國王了。說來聽聽。國王的第一個孩子說：我愛誇，我喜歡誇，我幫忙，希望係咪啊？希望可以送人們
瓜，許多人許多許多好許多多係許多，许多許多什麼？漂亮的花朵，樣成不知道城市神變更有朝氣活力。是黑茉莉破例係咪啊？茉莉，朝氣活力。所以喂，個 camera 睇唔到你噶咯噃，你去翻啊！的第二孩子說：我喜歡交通工具，我幫忙唔好走啦，唔知自己人們可以乖坐安全的汽車，所以我想。我不想還是我想？我不想當女王，我想係咪啊？我想不知道。我想當不知道。維修技師。維修技師。技師。不是技師。我唔識維修技師，我就知道。好，繼續。我啲普通話好唔掂啊！你繼續。國王的第三孩子說：我喜歡音樂，我希望我用歌手。佢希望當歌手喎，哇！歌手。我讀在哪裡啦，媽媽？聽到啦。國王的第四孩子說：我喜歡運動，我希望人們喜歡。你快啲讀咗佢啦，拍唔到你以後冇得睇啊！爸爸又冇得睇，媽媽又冇得睇，冇人有得睇，好慘咯！讀到邊啊？自己呢度。我喜歡歌手讀咗啦噃，跟住咧呢度第四個啦。國王的第四孩子說：我喜歡運動，我希望人們可以觀賞到很遠棒的球賽球賽喎。讓家有的看觀眾啊，觀眾轉 channel。不知道。觀眾係啊。觀眾係咪㗎？蠻活動，所以我不想當國王。咁啊，喂，從頭嚟過先。讓家有的觀眾充滿活力。有陣時普通話唔得，你就要撈佢個意思啊。想當國王。又唔想做國王。我想當球。咩球啊？足球的選手。係咪啊？好，第二張。哎呀，你第一次自己話要讀普通話喎，好勁喎！好，第二頁係呢頁啊。國王的第五孩子說：我喜歡吃東西，我也是耶。我希望我讓國王的每個人都可以吃飽。我都鍾意。吃飽然後呢？所以我不想當女
后女王係咪啊？女后女王女王，我想当就是寿係咪啊？司师師傅。师傅。好，跟住啦，哇！壽司師傅都出埋嚟，好勁喎，好多種職業喎。好，到第6個啦。國王的第6個孩子說：我喜歡照顧人喎。照顧。咦？呢個咪好似你咯，中意照顧人係咪啊？好，我哋睇落去啊，好有趣喎。唔好再搞一隻打棘啊！一陣除唔到啊，沖涼要剪咗佢㗎。咁繼續啦。照顧孩子。照顧誰？我喜歡照顧人。嗯。我希望隻手指你讀住啊！你唔知讀到邊啊？可以讓小朋友快樂地長大。嗯。所以我想還是不想？想不想？咁你俾我，交俾我，冇可能一面讀一面整呢一個㗎。你讀完先，拉到隻手㗎啦。讀完先，呢個行先㗎嘛，讀咗先。我不想當國王的地。未到，我唔想做國王。跟住咧，喐嚟喐去，唔知道自己讀邊段啦。幼稚園老師。跟住咧，國王的第7孩子說：我喜歡自己動手。我希望動手，你漏咗一個最重要嘅意思啊！動手係咪？做。希望不知道。你讀到呢一度啊！我希望可以蓋舒適的房子給人們住。我點樣可以將張片 send 俾婆婆睇啊？點可以 send 俾全世界嘅人睇啊？好唔好睇啊？腳都擺晒上台啦，靚唔靚啊？奇唔奇怪啊？如果有人過嚟捉你奇怪嘅小孩子攞去 check 個腦咁點算啊？咁我可唔可以 po 出去啊？係咯，由而家開始正經一個好學生好唔好啊？讀到邊啊？自己揾翻。呢度蓋舒適的房子給人們住，跟住呢？蓋舒服的房子給人們住，所以我不想當國王，我想當木工師傅。你再揀我就除埋佢㗎啦，讀埋佢啊！國王的第8孩子說：我喜歡種植物。種植作物。你每一個字都要睇清楚。你話佢種植物係啱嘅，但係佢係要種植作物。我希望植油。餐布。呢個植油食物。食物。帶幫助人們的生活。
所以，讀埋佢啦，讀埋佢啦。所以我不想當女皇。唔係女王嘛？係嘛？係女王係啦。跟住咧，女皇，我想當農夫。嗯。第9個孩子說：國王的第9個孩子說：我愛。沒有愛。我喜歡。嘗試新事物。嘗試新事物。我希望我給人。我希望帶給人們。我希望帶給人們。你知道我讀，我唔知道我讀邊度。哦，呢度啦，你自己係咁喐嚟喐去。我希望，好，你讀啦。帶給人們從未有過的驚喜啊！驚喜，所以我不想當女皇，我想當藝術家。藝係術家。咪啊？藝術家。最係咪啊？後輪到最小的孩子。無憂無慮的。無憂無慮。無憂無慮係咪啊？無憂無慮的小孩子說：我不知道我要當我不知道我想成為什麼的樣子的國王。我只希望哥哥姐姐家人們都能你遮住個手就睇。和睦相處。和我相處。安全。安心生活唔係安全，係安心。安心生活。這樣就很棒了。小國王聽完小王子的話，就沉思了一會兒。說你和每個人都相處得很好。你和每個人都相處得很好。就善用這個優點。善用這個優點來幫我治理國家吧。治理國家吧。好，第3章。哦，呢張都啱少。繼續啊！如果讀住呢個3章。咁唔得啦！你尋晚打乞嗤鼻塞唔食啊！快啲讀埋呢個。同爸爸分。讀埋呢一個你自己去小王子。嗱，出現過好多字啊！感動個感，感動個感，感動的感。冇再講啦！咁你一定知道個字係點樣應用㗎嘛？
你唔可以跳過佢認識嘅字㗎嘛。十分不知道。驚訝。驚訝。什麼會自己大國王？唔使理佢嘅呢個，直接讀呢個啦。不過伊到咩？一想哥哥姐伊想到哥哥姐姐也都希望讓人們幸福，只要大家相互合作，一定沒事問題的。這麼一想，小國王心中，這麼一想，小王子心不知道。好啦，你聽住，係咁讀錯越嚟越多啦。這麼一想，小王子心中充滿。喂，你識都變唔識喎，一讀到充滿了擔心。相信個信。信心。呢個咩？係啊，信心。你都唔知道點讀。好，我就當這個國家的國王。於是國王第十孩子成為了新國王。